今次嚟嗰啲啊，嗱親屬去咗4個啦，啊，13個啦，2個半，係嘛？咩？你知道你隔離？揸聲嘅，唔揾啲咯。2個半。哇！真係焗咗啲，好焗啊！唔知係喺會出糧嘅，你喺房地出糧嘅。你又本個？係啦。身份證也剩半個。少唔見咗過去啦嗬？小漲了，現在想漲了。現在我从去年到现在来，就剩我是现在以前我们刚开始我来的时候呢，现在就是我跟夏姨2个人了。小不是后面的叫。哦，話舒舒過，仲未到啊！好似窒息咁啊，係嘛？點解冇抽風㗎？係咧？好焗哦，可能仲有一個問題啊！啲雪反射啲熱啊，嚇？啲雪反射啲熱啊！都唔知有冇信號嘅啫。有啊有啊，你有時同我啲哥哥仔講聲啊。哥哥仔救我！哦。10分鐘而家。哇！陰公啊！想管？快啦！你都少啊，哥哥仔救我！唔係啦，咪到啦！見到嗰間嘢嘅。見到就到啦。